有中文跟英文两种，要提供给他英文，不然他跑出来的可能不是我们要的。现在自动翻译哦。没有越南文呢。不然其他语文看看会不会出来。比如说日文好了，日文有出来了，你看150，记住那个时间是150哦。来选自动字幕那个选日文的选为越南文，记住那个影片时间是150哦。没有啊，越南文的不会跑出来。好，再退回去。好，你看150了，150了，没有看到越南文。